先生、小姐，你们好，请问要办什么业务呢？先生、小姐，你哋好，请问爱办乜嘅业务？先生、小姐，你哋好，请问爱办乜嘅业务？我们要申请地籍誊本，我哋爱申请地籍誊本，我哋爱申请地籍誊本。请问贵姓？毕姓张，请问双乡？小乡长，请问双乡？小乡长。张先生您好，请坐。请问申请用途？张先生，你好，请坐。请问申请来做乜嘅用嘅？张先生，你好，请坐。请问申请来做乜嘅用嘅？我们要办理农保的生日给付申请，我一定要办理农保的生育给付申请，我一定要办理农保的生育给付申请。需要户籍誊本和家宝农地的地籍誊本，我用到户籍誊本同家宝农地的地籍誊本。我用到户籍誊本同家宝农地的地籍誊本。这边有2笔资料，需要申请哪个地段的誊本呢？因为有2笔资料，係要申請哪隻地段嘅誊本呢？因為有2筆資料，係要申請哪隻地段嘅誊本呢？你们是用哪一笔农业用地去参加农保？唔都係用哪筆農業用地去參加農保嘅？唔都係用哪筆農業用地去參加農保嘅？我们不太确定，请问是否可以2笔都一起申请？我哋冇乜嘅確定，請問係咪做得2筆都申請？我哋冇乜嘅確定，請問係咪做得2筆都申請？好的，2個都申請。请问张先生，您是所有权人吗？好啊，2筆都申請。請問張先生，你係所有權人嗎？好啊，2筆都申請。請問張先生，你係所有權人嗎？我是所有权人，没错。我係所有權人，冇唔錯。我係所有權人，冇唔錯。請提供印章和身份證，我將資料登錄進去，請稍等。好，請提供印呢同身份證，我攞資料登錄入去，請等一下哦。好，請提供印呢同身份證，我攞資料登錄入去，請等一下哦。孩子多大啦？生日呢幾大呀？生日呢幾大呀？滿月咯，滿月了，滿月了，恭喜啊！这样1張20元，總共40元，這是收據。恭喜哦！一樣1張20斤元，總共40斤元，也係數據。恭喜哦！一樣1張20斤元，總共40斤元，也係數據。謝謝，謝謝，請慢走。按字 C， 按字 C， 順行。按字 C， 按字 C， 順行。